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慎思明辨 channel， 我出嚟分享啲我對時聞時事嘅個人觀點嘅，特別喜歡講 Donald Trump 啊，咁啊當然啦要事先聲明啊嘛，以免嗰啲乜嘢學者又覺得哎呀好可疑啊，淨係講 Donald Trump 啊，唔緊要啊，大家睇開呢個 channel 都知啦。OK，Donald Trump 啊，前晚梅開二度，昨晚再下一城。其實呢條片係琴日寫好嘅，條標題應該話 Donald Trump 昨晚梅開二度，今日再下一城。但係冇辦法，遲喺24小時要改佢啦。發生咩事咧？參議院成功阻撓呢個限制 Donald Trump 對伊朗用兵，係啦。OK， 參議院咧就通過咗，唔通過一個阻撓 Donald Trump 嘅一個法案啊。OK， 同大家講清楚發生咩事先啦。嗱，咁咧就前日咧我就講到啦 ，Donald Trump 喺眾議院咧梅開二度啦，咁笑得好開心啦。點解咧？戥佢開心啫嚇，大家唔好心邪，唔好誤會。OK， 嗱，第一就係1.15萬億嘅美國國防授權法案通過咗，第二950億美元嘅預算藍圖亦獲得通過，當中大部分都係關於呢個伊朗啊或者國防啊之類嘅。OK， 但係去到琴日咧，我段稿寫今日啊。OK， 特朗普再贏一場啊，美國參議院成功阻止一項戰爭權力決議繼續推進，嗱，即係話咧，民主黨就努力用盡吃奶力，就喺阻止 Donald Trump 打伊朗。我真係唔好明白啊！即係佢當時民主黨總統就冇能力做呢樣嘢，而家到共和黨 Donald Trump 有能力做呢樣嘢，佢又要阻止。OK， 唔緊要，講埋落去啊！呢個決議原本係要求 Donald Trump 停止對伊朗嘅軍事行動，除非國會正式授權繼續作戰。結果咧，參議院咧係結果投票點樣咧？49票呢個反對推進，47票支持推進，爭2票咋。假如果有一個投向另一邊，咁就打和；2個投向嗰邊就輸咗㗎啦。換句話講咧，嗰啲企圖限制 Donald Trump 對伊朗繼續用兵嘅呢個權力，嗰啲個參議院嘅決議咧，暫時被擋住啦，暫時咋？你知啦，呢個世界永遠在變㗎嘛，呢啲咁嘅不停另一個議員又出一個類似嘅法案，都係終於可能阻到嘅。但係 Donald Trump 咧而家需要 buy time 要買時間嚇。OK， 講清楚佢啦。首先講清楚，參議院冇正式授權特朗普開戰，只係唔能夠阻止佢開戰啫。呢一剎那，你呢度好容易出現誤會嘅。有啲人真係講到參議院支持 Donald Trump， 唔係唔能夠反對 Donald Trump 啫。佢呢次做嘅咧係唔係正式通過一項使用軍事力量授權，所以最精確嘅講法就係國會冇正式授權 Donald Trump 對伊朗用兵，但係參議院咧亦都唔能夠迫使 Donald Trump 停止目前嘅軍事行動，所以可以繼續打落去。OK。嗱，最戲劇嘅地方咧，眾議院先通過限制 Donald Trump 喎，啱相反喎，參議院擋得住，眾議院都擋唔住喎，呢個相當戲劇性啊！永遠都係咁樣㗎啦，你得到一樣就失去一樣，咁呢邊你攞翻一樣，嗰邊就失去一樣。OK， 呢個相當戲劇性啊！參議院投票之前咧，眾議院咧其實通過咗另一個內容相近嘅法案《戰爭權力決議》。咁喺眾議院嘅表決結果點樣咧？214票贊成，208票反對，即係贊成咗限制呢個戰爭權力啊！即係總之咧，點解你通過得到咧？喺呢個眾議院，因為有4個共和黨做咗反骨仔 ，OK， 做咗反骨仔就加入咗民主黨陣營，支持要求 Donald Trump 停止未經國會正式授權嘅伊朗軍事行動。死啦！連伊朗打死咗美軍都唔能夠Donald Trump 要出兵，要得到佢嘅授權啦。咁當然啦，呢個係憲法俾佢哋嘅，咁佢有權咁做㗎。咁所以今日國會出現咗一個非常有趣嘅局面，眾議院就要求收翻 Donald Trump 呢個部分嘅戰爭嘅呢個權力，參議院咧就阻止咗呢個收回嘅決議。總之就一個贊成一個反對，咁就過唔到咯。即係總之要過3關㗎嘛，眾議院、參議院同埋總統簽㗎嘛，係咪？所以一邊話停，一邊就話阻住，咁結果咧，Donald Trump繼續硬腳咁打啦。OK， 咁可能大家有啲
猶豫會唔會同一份法案喺兩院表決咧？唔係，呢次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法案嚟嘅。我剛才咁講啦，呢啲咁嘅類似法案推完一個失敗咗，推第二個失敗咗，第三個失敗咗，總之就推到 Donald Trump 打冧佢為止。咁啊 OK， 總之呢兩個法案係唔同嘅。眾議院同參議院而家處理過係兩個唔同嘅編號，兩個提出人個程序都唔同嘅。咁但係咧，佢內容係相當接近嘅，目標就係阻止 Donald Trump 對伊朗用兵咁解啫。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唔能夠將佢簡化為同一份法案，眾議院通過，參議院否決，並非如此。OK， 咁啊，大家應該明白啦嚇。OK， 咁點解我話 Donald Trump 再下一城咧，梅開三度咧 ？OK， 嗱，因為參議院咧係限制總統權力最重要嘅一道關口。咁咧就眾議院即使佢哋通過咗決議都好啦，只要參議院唔通過相關嘅話相同嘅版本嘅嘢咧，決議就冇辦法送到總統嗰度面前，總統就唔需要猶豫簽定唔簽啦。當然去到佢都可以唔簽嘅，咁啊當然唔簽咪引起另一啲問題啦嚇。咁啊呢次參議院49票對47票阻止咗呢個即係推進咧之後咧，就代表支持限制 Donald Trump 嘅議員咧喺呢剎那未攞到足夠嘅票數，等下一 round 啦，佢哋一定會嘅嚇。咁咧就所以咧，我就會形容為 Donald Trump 而家係守住咗佢嗰個戰爭嘅權力啫，但係唔係攞到正式嘅開戰授權，兩個差別相當大嘅。所以咧跟住仲有嘅肯定嚇，但唔緊要。即係我所講 ，Donald Trump 一個相當叻嘅即係雕嘅商人啦，佢一定係扭六壬一扭到啲時間足夠佢去搞嘅。嗱，49票對47票，即係相差2票啫。呢個票數反映啲咩咧？反映即係參議院對向伊朗出兵咧已經係相當猶豫嘅。咁唔使問啦，即係權力呢個權力遊戲嚟嘅啫。咁路透社就話啦，國會對戰爭嘅擔憂咧唔止存在於民主黨，部分共和黨嘅議員咧同樣質疑 Donald Trump 嘅。咁戰爭目標係乜嘢咧？目標咪講咗好多次啦，唔俾伊朗有核彈啊嘛。會打幾耐咧？咁真係唔知㗎喎，呢啲嘢係咪？總統係咪應該先得到國會嘅正式授權咧？咁我都覺得Donald Trump 係應該遵守憲法嘅，但係我聽講 Donald Trump 作為一個三軍總司令，佢又認為憲法有授權佢打仗嘅權喎，咁啊真係要打過先知啦嚇。總之而家呢次眾議院有4個共和黨議員倒戈，Donald Trump 呢次雖然贏咗，即係意思係冇輸到咁解啦，但唔係大勝。準確啲講，Donald Trump 以2票之微啊，暫時阻住國會收翻佢嗰個戰爭嘅權啊。正如我所講啦，呢啲咁嘅法案咧，經常都有嘅。今次唔係國會第一次噶啦，對上一次已經有一次噶啦。參議院咧曾經即係參眾兩院啊，已經成功多次就呢個戰爭權力決議咧進行表決噶啦。對上一 round 啊，即係呢個美伊戰爭1.0嚇，而家2.0啦嚇。咁啊，當時限制咗 Donald Trump 咧嗰個決議咧成功推進嘅。有時咧就共和黨反對，結果後尾都推進得到嘅。Donald Trump咪宣布收兵咯，唯有就咁咪同呢個伊朗暫時和解停火60日啦，結束咗啦。Donald Trump自己話結束咗啊嘛，咁啊所以咧就呢條通過咗都冇用啦，限制佢唔到，佢結束咗啦。不過而家2.0咧有另一個理由啊嘛，係咪？咁啊所以咧就呢個係參議院咧就呢次係擋住個決議啦嚇。問題係未係永遠解決嘅。總之 Donald Trump 繼續打落去咧嘅話咧，美軍就會繼續有傷亡。啱啱我琴日出咗條片就已經緊急派咗150個醫療人員去德國一間美軍嘅醫院，係咪跟住有大鑊嘢咧？我係唔知，大家要睇住啦。總之咧，而家呢次咧就國會會繼續阻撓 Donald Trump 啦嚇。OK， 點解我講到咁興奮咧？因為呢次對 Donald Trump 咧係相當重要嘅。嗱，Donald Trump 而家需要2樣嘢，第一個係錢，啱啱攞到嚇，即係國會咧已經係通過咗啲俾佢有個即係授權嚇，即係錢係不成問題㗎。當然以後要再獨立批啦，但係問題咧嗰個經費嗰個上啊嗰個係門檻咧已經跨過咗啦。軍費彈藥嘅補充咧都唔係問題。第二個Donald Trump需要嘅係時間。總之國會唔能夠通過呢啲法案成為法例阻止佢繼續向伊朗戰爭嘅話咧，佢就買到時間㗎啦。總之佢繼續可以用呢個三軍統帥嘅權力咧去進行軍事行動，就唔係宣戰嚇。國會係負責宣戰，Donald Trump而家係唔宣戰情況底下開戰，即係捉字蝨啦。咁啊就琴晚眾議院通過國防授權同預算藍圖咧，係俾咗 Donald Trump 有
足夠嘅財政空間同埋政策空間。今日參議院咧擋住呢個，唔係今日即係琴日參議院擋住呢個戰爭權力決議嘅話咧，就保持佢個行動空間，即係俾咗時間佢。即係話咧，琴日攞到資源，唔係 sorry，前日攞到資源。琴日攞到即係守住佢嗰個戰爭嘅權，咁啊所以咧兩樣嘢佢都有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先係話佢係首先梅開二度攞到呢個資金嚇，再下一城嘅咧就守住嗰個戰爭嘅權就係咁解啦。OK， 同大家做一個最後總結啦，大家好清楚啦 ，Donald Trump 係一個相當精明嘅商人，佢係真係會走晒所有嘅能夠做嘅機會咧去做佢作為總統，佢諗住要做嘅嘢，即係話咧，而家佢已經係成功過咗攞錢，而家亦都係暫時成功阻住限制佢出兵嘅法案，所以呢剎那咧，佢可以未來1個月、2個月都可以仍然繼續呢個對伊朗用兵，直到呢個下一次呢個再投票，再有類似嘅法案投票嘅話，睇下阻唔阻到佢啦。就算阻到佢，都仍然要數時間。所以呢剎那嘅話咧，我覺得 Donald Trump 就會爭取時間，盡情去做。咁啊，有冇大鑊嘢咧？大家睇住呢幾日嘅新發展啦嚇。OK，咁啊呢條片分享到此為止。咁啊有人咧就會希望我講下呢個係拯救美國法案嘅。有人問我係咪通過咗？我喺網上對佢哋回答咧就話冇做一個正式嘅投票，但係佢因為佢搭單落其他法案嗰度，咁啊所以咁樣通過咗，就並非投票通過咗，但係都叫通過咗㗎啦。即係話咧已經過咗一半門檻㗎啦，而家爭另一半嘅啫。咁啊睇下跟住點做啦。當然困難係非常有嘅，但係問題係睇下跟住點搞啦。OK， 呢條片分到此為止，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慎思明辨。我近排咧我決定咧就會喺正式嘅慎思明辨 channel 咧會出快啲、出多啲影片㗎啦。希望大家支持我正式嘅慎思明辨 channel 喺呢度訂閱，同埋最好做埋會員。因為做咗會員嘅話咧，你會優先睇好多影片。基本上咧，我係會喺呢邊先俾會員睇咗2、3、4、5個鐘頭先至開放俾所有會員睇。咁啊，所以希望如果大家想快啲睇嘅話咧，支持我呢個 channel。確實我呢個 channel 能唔能夠營運落去嘅話咧，睇有冇足夠嘅支持咯。OK， 分享、訂閱、留言、like， OK 講晒所有嘢，最重要係訂閱。OK， 好啊，多謝大家，拜拜。